那今天呢，我们上的是社类学。那从今天开始呢，就是我们上课的教材呢有做一些修正。那这边就稍微讲一下为什么要修正的原因，就是之前呢，我们主要上的是就是佛法与科学总集这一本。那佛法与科学总集呢，因为它里面讲解的范围呢非常的广泛，尤其是它引的经论呢非常的多，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可能在时间上来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够用。那现在我们要上的这一本呢，这本社类学呢是奖杯圣人远登假措大师呢他所造的社类学。那在三大寺呢有一些寺庙里面呢，它是以这一本呢作为就是社类学主要讲解的教材。那这一本教材它的特色呢，就是说它的文字并不是很广，但是它的内容包含很多，而且它是把一些比较主要的一些内容呢，它都拿出来做特别的讲述。那所以想说讲述这一本的话呢，可能对于说在台湾学习的这些弟子们，可能在时间上来说呢会比较合适，因为不需要花太长的时间。因为呢我们就是有订立一个12年的学制，12年学习的学制。那如果是像之前呢上佛法的科学总集的话呢，那如果以那本为教材的话，那就不知道是否能刚刚好在时间点之上呢把社类学给学完，所以这一本来做教授呢可能会比较合适。那这边呢，就再跟大家稍微讲述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社类学呢？那学社类学的目的呢，它主要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在理路上的建立。那理路上的建立呢，就是它分为几个部分。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就是以前外道的这些宗义师呢，他们会提出一些就是说如何解脱的方式。那因为说他们这些诠释解脱的方式呢是颠倒的，然后并不正确的这一些解释方式，所以呢要对他们所讲述的这些所谓的解脱道呢，然后做一个破斥，然后成立至中的这种解脱道的方式。然后这是第一个要学习社类学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法身大师呢，他所造的七部量论呢，那因为七部量论他讲得非常的广，那他最主要呢就是告诉我们说，透由能权的声音呢，然后还有说心呢，它是如何去了解外境的。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呢？因为当你了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更了解说比度量是什么东西。那当你了解比度量是什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透由比度量呢，去破斥一些就是别人所承许的一些错误的见解，然后乃至于说建立自己心中正确的这些知识。那所以呢，为了把这些七部量论呢，它做一个简略的一个收摄呢，所以称之为社类学的部分。那这边呢就介绍一下社类学呢它是怎么来的。那社类学这个学科呢，最主要是在12世纪的时候呢，然后有个噶当派的祖师呢叫做恰巴却吉森给，那中文来说呢就是法师子。就是法师子这位祖师呢，他透由就是对于，因为他非常精通量论七部量论的缘故呢，所以他造了一部就是阴明七论除暗庄严书。然后从阴明七论除暗庄严书里面呢，然后里面就是特别讲述理路的部分呢，然后把它收摄，然后成为一个社类学。然后从那个时候呢，才开始有了就是藏系佛法里面就是所谓透由辩论呢来理解经论的这种学习方式呢，就是从恰巴却吉森给就是法师子大师之后呢才开始有的。那就是从这个法师子大师之后呢，他等于是在西藏呢成立一个就是不共的一种量论，不共学习量论的这种这种学科，就是所谓的社类学。那就是本身呢，就是法师子大师呢，他在讲述，就是他在讲量论的时候呢，他最主要呢，就是把它第一个呢收摄为就是量的部分，就是他的学科，他第一个变的是量的部分。然后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在讲社类学里面所谓的基层的部分。然后第三呢，就是静和有静的部分，然后以及一和义，一和义。然后还有说像我们讲的十跟反，然后还有说
小因果、大因果等等呢，那这些呢，就是他透由这些呢，然后把量论里面的这些内容呢，然后把它收摄起来以后，然后专门成立了社类学的这个学科。那所以刚刚有提到呢，他自己本身呢，就是著作了这些一明七论呢，然后楚安庄严书里面呢，然后等于是开始了正式了就是社类学的一个学科。那他在讲出社类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经论里面大部分呢都会提到说，第一个呢就是破斥他中的部分，然后呢第二个是成立至中的部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断除这些争议的部分，就是除争断的部分。它主要就是每一个学科呢，它都是透由这3种部分来做一个解释。那因为透由这个法师是大师的缘故呢，然后才开始了有了这个社类学的学习。所以社类学呢，它有一些其他的名字，像我们这边讲的是社类学嘛，那它其他的名字呢，就有一个叫做就是收摄量论的学科，就是摄量学。我们讲社类学，它那个是摄量学，或者说呢就是收摄的经论，那等等呢，那反正这些都是跟社类学就是名字不一样而已，但它的意义呢都是一样的，它的意涵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从此之后呢，就有了社类学的学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社类学学习的正文。那请大家翻到第75页的地方。那75页地方呢，它主要是归敬颂，就是这部论的造者呢，就是讲辩亲任远登甲抽大师呢，他对他的上师呢做一个归敬的部分。所以这边提到说，十方诸佛总集体，本师语自在会藏，咸海母母百部主，今至菩提未离户。那这边呢，就提到了说，他的最主要的上师呢，就是提到说，语自在咸海。那这个语自在咸海呢，就是我们讲的衔接海大师，就是七世达赖喇嘛的名讳。那他的主要的上师呢，就是因为是七世达赖喇嘛的缘故呢，所以他这边就提到说，十方诸佛总集体。那为什么说自己的上师呢是说十方诸佛的总集体呢？因为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上师的恩德呢是跟十方诸佛一样的，甚至还要更超过的。因为说虽然说从过去到现在已经有无量的诸佛出世，但是呢这些诸佛呢对我们来说呢，因为和我们没有业缘的关系呢，所以我们是见不到的。那唯一和我们有业缘的呢，就是我们的导师释迦世尊。那因为有了释迦世尊的出世呢，我们才可以学习到佛法。那就如同如此一般呢，就是因为遇到了我们的根本上师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才能够学习这些佛法。所以呢才会说我们要把上师呢看得跟佛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就是我们知道佛的佛身呢有所谓的法身，然后报身还有化身。那这所谓的法报化三身呢，那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化身呢最主要就是说对于说佛陀呢他成佛时候呢的那一些所化机，他们呢可以见到所谓的化身佛，就比如说见到导师释迦世尊等等。那报身佛呢，就是唯有呢大乘菩萨呢他们才能够见到的呢是报身佛。那法身佛呢，是唯有佛跟佛之间呢彼此才能够互相见到的呢，称之为法身佛。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要学习佛法，就是法报化三身这些视线呢，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看不到的，这些佛的这些样貌我们也是见不到。所以唯一能够帮助我们学习佛法，然后让我们心绪之中正量不断提升的呢，那唯有我们自己的根本上师。所以以这一点来说呢，才会说上师呢它是跟佛一样重要的。那所以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咸海母母百部主，今至菩提未离户。那他这边最主要呢，就是说对于自己的上师呢，就是七世达赖喇嘛呢，然后祈请说他能够做一个祈请跟救护。那主要呢也是说从显密两方面来说，那就是以显密来说呢，就是我们在般若波罗蜜多乘上面呢，所谓讲到的根道果之上呢，那你透由修习般若波罗蜜多的根道果呢，透由这三者呢，那我们可以呢到达实地菩萨的位阶。那到达实地菩萨
之间呢，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显教的这些经教断除所谓显教的这些手段之后呢，然后到了实地菩萨的时候呢，就是你要成佛呢，那在实地之上，你就一定要去学习密法。那学习密法之后呢，再去断除说密法里面的手段，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最主要的密法里面最主要的手段呢，就是我们讲的凡夫相，还有说像凡夫执。那断除了凡夫相跟凡夫执之后呢，那就断除一切圆满的显密手段之后，那我们就可以获得所谓的就是双运金刚持的果位。那在这边呢，就是密法部分我们这边先不提太多。那总而言之呢，就是在我们尚未获得就是菩提呢，就是讲这边所提到的双运金刚持果位之前呢，在就是本论的作者呢，远登假抽大师呢，他说，在他自己尚未证得菩提之前呢，那希望说我的恩师呢，贤劫海大师，你能够在我未得菩提之前，都能够摄护我，然后不要离开。本论的造者呢，远登假抽大师呢，他在做这个归敬颂，为什么要做这个归敬颂呢？就是归敬颂呢，它最主要是对说他的上师呢做一个归敬的部分。那为什么对上师做归敬呢？那最主要就是说他希望说能够累积福德的缘故呢，所以才对上师做累敬。那为什么要累积福德呢？因为经论里面有提到说，当你福报够的时候呢，你的所愿呢都能够成办。所以他照这个归敬颂的目的呢，就是礼敬自己的恩师之外呢，那他希望说他的所愿呢，就是照这一部论述呢能够圆满，所以为此呢而做的这个归敬颂。那所以同样的呢，他在这一个归敬颂里面有提到说，他根本上师的名讳就是阶上假抽，就是贤劫海大师。那他提到贤劫海大师呢，其实说最主要是说提到贤劫海大师，那当然之后也包括说其他一切具法缘的恩师呢，他也同样在里面做归敬。那同样的第一句话呢，就提到说十方诸佛的总集。那讲到十方诸佛总集的时候呢，那同样的他也是在对十方所有一切诸佛菩萨呢，也是对他们做一个归敬。所以他在文字的表面呢，是只对十方诸佛，然后还有说像是自己最主要的上师贤劫海大师做一个归敬之外呢，那其实他之后所引申的呢，就比方说他对其他自己所有法缘的根本上师以及十方诸佛菩萨呢，所有的一切呢，他都是做一个归敬的动作。这边呢，就是提到说对于上师的一个归敬，那可能就会有人问说，那根本上师呢和上师之间呢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疑惑。那通常我们在讲说根本上师呢，就是说对我们具足三种恩德的这种上师呢，称之为根本上师。那上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善知识来说呢，就可以说是就是我们的善知识就可以说是我们的上师。那最主要的根本上师呢，其实如果以意识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它可以长时间或者说时时呢教诫我们，就是从教诫我们三门所有一切行仪的这个老师呢，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根本上师，就是他以慈悯心的部分，然后呢时时教诫我们三门该如何行持的这个老师呢，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根本上师。那讲到说三种恩德的这个根本上师呢，那三种恩德呢有不同的解释方式。那第一种的解释方式呢，就是为我们传授灌顶。那第二个呢，就是为我们讲说就是密法的这些内涵。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给予我们就是教授的，然后给予这三种的呢，称之为具备三种恩德的根本上师。那这是第一个解释的方式。那第二个解释的方式呢，就是说传给我们灌顶，那也一样，第一个也是传给我们灌顶。那第二个呢，就是传给我们聋的，也就是口授的这个部分，口授传承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属于说教授传承的，就是给予灌顶、口授传承还有教授传承呢，这三种的呢，称之为三种具足三种恩德的上师，根本上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在它的下面的部分呢，就是有提到说，在此为利益初学者，然后讲说见利小理路。那在此呢，就讲说，
为了帮助这些初学的人呢，那这边的初学者呢，其实初学者呢有很多种。那在此所讲的呢，就提到说呢，我们一开始学习经论的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学习那烂陀的这些祖师呢，他们所讲的这些量学的部分呢，然后我们一开始要学习这些的人呢，然后是这边所讲的初学者。那有另外一种初学者呢，就讲说就是修心部分的修学者，就是我们一开始要学习修心教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开始学五道十地，然后初开始修心的这种修行人呢，也可以称之为初学者。那乃至于说，在我们讲说菩萨的初学者呢，那菩萨初学者所指的呢，就是只知两道的菩萨。那所以这边所讲的初学者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呢要开始学习这些经论的这些修行的人呢，然后讲说建立小理路。然后这个小理路呢，所讲的小呢，并不是讲说东西大小的小，而这边小理路呢，它的小呢，可以解释说就是说范围比较少，就是比较少的一些理路的部分，就是一些比较简单、较容易理解，然后比较少的部分，而不是讲述很多很多的这一种。所以一开始呢，讲说建立小理路。这边的初学者呢，就是在藏文里面呢，他的藏文是讲说雷挡波瓦。那雷的意思呢，就是讲说一个动作的意思，然后挡波呢，就是最初的意思，就是一开始的意思，就是最初的动作。那这边最初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初呢要开始学习这些量学的这些人呢，所以称之为说初学者。那为什么说我们要一开始从这边讲的说所谓的建立小理路或是中理路还有大理路呢？就是说我们学习的时候呢，一定是一开始就是从少少的开始学，你不可能说一天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课本给学完，那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是太急，一天呢想要把一切的东西都学完之后呢，那可能会有反效果，可能会因为说学习之后呢，发现说太深奥太难之后呢，然后反而让自己失去了学习的这种热忱。所以他这边放小理路跟中理路还有大理路呢，是有它很大的意涵放在里面的。就像说我们知道说，你把水慢慢累积之后呢，它是可以慢慢变成可以变成大海的。所以我们在学习理路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一开始呢就是从少少的开始学。当你把这些少数的理路呢，然后一开始讲简单的，然后能够建立起你的信心，而且这一些就是你光看他的科判呢，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安排这个小中大理路的这些原因是什么了。所以呢，在这边呢，就假如说我们建立小理路、中理路跟大理路，那这个小中大呢，就像刚刚讲的，你可以解释为说呢，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小理路，就是假如说较少的一些理路，然后中理路呢就是稍微再多一点，那大理路呢就是比中理路再更多一点的这些理路的讲述方式呢，来分为说小中大理路。那或者说呢，小理路呢，我们可以解释为说，就是它是较简单的这些理路呢，然后称之为小理路。那中理路呢，就是比小理路呢再稍微深奥一点的呢，称之为中理路。那大理路呢，它又是比中理路呢再更深一点的呢，就是从简单难易度来分呢，也可以分为说小中大理路。那就是在学习社类学呢，就是在三大社的时候呢，最主要也是从这个社类学的小理路、中理路跟大理路开始学习。那当你把这是小理路、中理路跟大理路呢，就是你要是真的能够学好的话呢，那其实说对于之后呢，你学习像五部大论里面的释量论，或者说像是中观的部分呢，那大部分呢，就是因为你在社类学的时候，你已经把理路建立起来了，所以之后你在学习像是释量论跟中观的时候呢，它这个时候就是只解释就是字义，就是这个经文的内容是什么，它并不会像在社类学的时候呢，会特别跟你讲述很多，就是说他宗是怎么样，然后如何去破释他宗，那你至宗如何的建立，然后这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争论，它并不会一个一个跟你讲的这么的详细，因为你的理路已经建立起来的缘故呢，所以你自己已经具备了这种抉择的智慧，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些
学习的理路呢，然后很快的去入于说经论它所讲的内涵是什么，然后透过这边呢去思辨说它中它的不合理性到底在哪里，那至终为什么是合理的呢？那就最主要呢就是透过这个理路呢去了解的。所以当你学习好了这个理路之后呢，那你对于说像之后适量论然后现观跟中观的学习呢帮助都是很大。那同样的呢，如果说在这边色类学如果我没有学好的话呢，那之后再去学就是像适量论还有说像是中观的部分呢，可能就会稍微吃力一点，因为你的理路不是精力很好的时候呢，那你的脑筋就没有办法转这么快，所以听起来会稍微有一些辛苦。而且就是我们在讲说像色类学的部分呢，它大部分也都是跟就是适量论还有中观还有现观的一些课程的内容呢，其实都是彼此都有相关联的。那特别呢，就是在讲述空性的部分，像是龙树菩萨他在讲述空性，或者说龙树菩萨、月称菩萨或其他一些中观派的这些祖师呢，他们在诠释空性的内容的时候呢，那大部分他们诠释空性的时候，大部分都不是透有引经据典的方式来解释这些空性，他们大部分呢都是透有说百种理路，就是各种不同的理路呢来解释空性。所以呢，当你把色类学学好的时候呢，把理路建立起来之后，那你看这些就是他们在如何解释空性的时候呢，透过理路去解释空性的时候呢，你就更容易去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80页的地方。那第80页呢，就讲到说，我们为最初呢建立小理路呢，那可分为说几个部分，就是讲说第一个小理路它的分类呢，我们分为八课就对了。那第一课呢讲的是颜色，那第二呢是基层，然后认识繁体、非是非非非非尔属尔，然后一直到实反这8种。那它每一课呢，它有不同的主题。那像第一课颜色呢，它主要就是在讲说色法的部分。那第二课呢，基层呢，它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说分类，就是无常跟无常跟常法是什么东西，它就是在分类无常跟常的差别。那第三课呢，认识繁体呢，它主要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一还有说一跟义的不同，一跟义是如何去抉择的。那第四个非是非非的建立呢，它就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然后就是说当初呢，就是在学习色类学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尼众法师呢，他学得非常的好，然后理路非常的厉害，然后他们就是来做立中，就是来回答的时候呢，然后在辩论方面，就是你用一般的这种辩论理路的辩论呢，就是很难辩倒他们。然后所以呢，就有一个法师呢，他就想了一种，就是我们讲说是平之，不是平之，不是非非平之，是平非平，非非平，就是一大堆是非加下去之后呢，然后那个尼众法师可能就有点乱掉，所以他的至终就被破除掉了。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啦。反正就是说，非是非非呢是这样子建立的。然后属尔非尔呢，就想要说是这个或不是这个。然后第6个呢，总别就是提到说大小的关系。比如说以台湾来说呢，台湾就是总，那台别呢就是属于台湾里面的别，这样就是总跟别的差别。然后第7个呢就提到说，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因果的部分，小因果。然后第8个呢就是有提到实跟反的一些关系。然后就是这是小理路里面呢所讲的，就是8个课程。这边讲的总别呢，为什么说不能用台北跟台湾来讲？就是说，虽然说你例子是说总别例子是说台湾跟台北，但是这边小理路所讲的总别呢，不能用台湾跟台北来解释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讲说台湾呢是具备16个县的这个国家呢，称之为台湾，或者说这个地方呢称之为台湾。但是如果说你台北呢，它是台湾的别的话，那它就要是台湾这个东西，所以它就要具备16个县。但是台北它本身并不具备16个县，所以它并不是台湾。所以这边讲的总别就是你是别的话，你是这个别项，你是这个总项的别项的话，你一定要是它。所以我们在这边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比如说杯子和印度的杯子，就是印度的杯子是杯子嘛，所以它是杯子的别项。然后台湾的杯子也是杯子嘛，所以台湾的杯子也是杯子的别项。然后杯子是总项，别项就是
像台湾的杯子或是印度的杯子，就是你只要是它的别项呢，你就一定要是它就对了。别它一定要是种这个东西，它就一定要是它就对了。所以在这边探讨种别的关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别项呢，它一定要是种项。所以当我们举杯子或是说杯子跟笔的时候呢，它就没有所谓的种项别项的关系，因为笔不可能成为杯子，杯子也不可能成为笔，所以他们两个是不可能去探讨所谓的种项跟别项。所以要探讨种项跟别项的时候呢，它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的别项呢，它一定要是属于种项，这样它一定要是种项的其中一个。就这边还有分是台湾跟是台湾的是有差别的，这样就比如说人们就讲的，就像我们讲说陆行论的第一品，它是不是陆行论，并不是这样，因为你只要是陆行论的话，它就是要包含10品的内容才叫做陆行论，所以陆行论第一品不叫做陆行论，不是陆行，不能说不叫做第一品，不是陆行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81页，就是第一课呢，就是属于颜色的部分。那这边呢就提到说，白红颜色由适量论质地品，轻等于眼视功能各兼顾等文字引申而出。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在适量论里面呢，第一品就是质地品里面呢，还有提到说轻等。那这边的等呢，就是把青黄白红。青黄红白呢，这些都放进去，就是说这种不同的颜色呢，对于我们的眼视来说呢，就是功能各兼顾。那这边的功能各兼顾呢，就提到说，就是透由我们的能力不同的缘故。那这边的能力呢，主要讲的就是习气的缘故，因为种种不同的习气的缘故呢，所以你会看到不同的颜色。你的眼视呢，看到白色，看到红色，看到黄色、蓝色等等呢，那是因为说我们因为习气不同的缘故呢，所以可以看到这些种种不同的颜色。那为什么呢？在这里就是要引说，就是在讲红白颜色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引就是适量论的部分。就是在西藏的这些祖师呢，他们在造论的时候呢，那他们一定呢都会先引就是印度那烂陀这些祖师的经论呢，然后作为一个依据。那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表示说我所讲的这些呢，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有一个清净的法源。那印度祖师这些论点之后呢，他要追溯到哪里呢？那他引的经论呢，就主要是引说佛陀所讲的佛经为主，所以就表示说他们所引的这一些内容呢，并就要表示的呢，就是说我这一个呢我这一课的内容呢，它的法源呢是清净的，因为它最主要呢是来自说印度那烂陀这些祖师的注释，所以这边呢就是特别引用适量论的部分。那第二个呢，为什么在这边引适量论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这里呢，就是色类学呢，大部分的内容呢，都是来自于说量论的部分。所以在讨论量论的时候呢，那要引的经论呢，就是透由说引法称大师呢，他所造的这些经论为主。那法称大师造的经论呢，那最主要呢，又是引用到说像成那菩萨所造的解量论为主。所以呢，就是那在往上面去找说他是引用谁的呢？那就是引用说佛陀讲的这些经典为主。那同样的，我们在学现观的时候呢，那就是像印度的西藏的这些祖师呢，他们在解释现观的内容的时候呢，那大部分呢都是依照着像印度的狮子贤论师或是说解脱军论师等等呢，他们所造的论点为一个依据。那狮子贤和解脱军论师呢，他们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透由现光庄严论。那现光庄严论的依据呢，就是依照说佛陀讲的经呢，然后就是一个一个的往上面，就是追寻上去。他引经呢，就是可以一直引到佛陀所讲的经的部分。那所以在这边无论是说像是克祖杰大师或是贾陶杰大师呢，他们所有关就是量论的这些解释呢，那最主要呢都是依着法身大师所造的适量论，然后来做一个解释。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就是
复次，堪为颜色及颜色的性相。那这里就提到说，就是性相跟名相的部分。那我们可以了解说，堪为颜色呢，那你就知道说它是一个性相，因为它提到说它是颜色的性相，所以呢，我就可以知道说，堪为颜色是性相。那名相是什么呢？名相就是颜色。所以这边呢就提到说，名相跟性相的两者。那我们可以讲的就是更简单一点的话呢，那名相呢就是所谓的说这个名字，那性相呢就是可以提到说这个名字呢，它所代表的意义呢，称之为性相。所以从另外一个解释方式呢，我们可以了解说，性相呢，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名相的东西呢，称之为性相。所以这边就提到说，性相跟名相的差别。这边就讲到说，就是名相跟性相的关系。那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所讲到的，就是我们可以透由呢，性相呢去了解名相，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名相跟性相两者之间呢，它是要具备同义的，就是八门周遍，就是以前上课有讲到嘛，它要具备同义的八门周遍。那第三个关系呢，就是我们在证得性相一定会比证得名相来的更稍微容易一点。就是你要证得性相会比较容易，然后证得名相会稍微困难一点。那这就讲到说性相跟名相他们两者之间的三个关系。那我们这边就以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的，就比如说实事跟无常，我们并不可以说无常呢它是实事的一个性相，为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讲说，你可以透由性相呢去了解名相，就是我们能不能够透由无常呢去了解实事呢？这一点就是还有待讨论的，这一点是不能够确定的。那第二个呢，他们是具备同义的八门周遍，这个是他们第二个条件是具备的。但是第三个，如果你说无常呢，它是实事的性相的话呢，那刚刚有讲到说性相要比名相就是来得更容易去证得，但是我们知道说证得无常呢，它其实是比证得实事呢还要来得困难的，所以你不可以说无常呢它是实事的一个性相。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讲说所知呢跟无常。那所知跟无常呢，他们彼此呢没有就是性相跟名相关系的话呢，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说，因为他们并不具备就是同义的八门周遍。所以当你不具备同义八门周遍的时候呢，就可以了解说这两个东西呢，它一定不是属于说性相跟名相的关系。那在把例子举回去，刚刚实事跟无常。那刚刚我们提到说，就是你实事跟就是性相跟名相，它彼此就是要证得的难易，一个会比较好证得，一个会比较难证得。那我们就反过来说，那实事呢，它可否当为无常的一个定义呢？它可以当无常的一个性相呢？因为实事跟无常比起来呢，实事它比较好证得，那无常比较难证得，所以它符合八门周遍，然后它也符合第三个就是难易度。但是你可不可以透由实事呢去表现出无常呢？没有办法的，因为你要表现出无常呢，就你无常它主要是我们是透由什么来了解无常，就是刹那的转变呢，这一点呢，我们是去透由这一点去了解无常的。但是你光了解实事这一点呢，并不表示说你可以了解说刹那的在转变这一点。所以就从这边呢，你也可以去了解说实事呢，它并不是无常的性相。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也可以透由平直跟柱直呢去了解说这两者呢并不具备名相跟性相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所讲的三个条件呢，平柱二者呢是完全不成立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平直跟柱直呢，他们两者之间呢并不所谓存在同义的八门周遍，是完全没什么关系的。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证得的难易度，你没有办法去评论说平直比柱子还要难证得，或者说柱子比平直还要难证得，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去安利的。那第三个呢，同样的，你也没有办法透由平直呢去了解柱子，也没有办法透由柱子呢去了解平直，所以这三点都不成立，可以说由平跟柱之间的关系来解释。所以这两者呢，要具备名相跟性相关系的话呢，就一定要具备刚刚所讲的这三个条件。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呢，就是刚刚所讲的，就是你说的，就比如说你拿就是所作，然后来做说它是否可以当做无常的一个性相嘛？然后人们就说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就是这三个条件里面它具备两个，
就是正德的难易，就是你所讲的所作，它其实是比无常还要来的容易正德。那它二者也具备八门周遍，但是它是没有办法代表，你并没有办法透由所作去了解，造作去了解无常。因为就讲到你要了解无常，你一定要了解刹那这一点，你才有办法去了解到无常。就是这边就是提到说，你讲的说正德的话是可以，你可以透由说，就像这样，你正德这个之后，再透由一步去了解这个东西。但是名相跟性相，它主要讲到说，就是你光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直接，就是你听到性相这个词的时候，它这个，比如说，我们听到刹那造作这个词，你可以透由这个词去了解到无常的这个词。对，要直接的了解到才能够安利他的性相。但你说透一步去正德的话，这个是可以的。我们先举例子，就比如说有很多个叫周志贤的人，这样非常多，台北有一个，台南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各种不同的人。那我们如何了解说我现在所讲的这个周志贤是我们现在在上课的这个周志贤呢？就比如说我们可以透由他的家人是谁，然后他是长什么样子，我们透过这一些一听就说这个并不是我们上课的这个周志贤，他是其他地方的。我们上课的这个周志贤是具备什么条件，然后讲说这个就是他，就是名相跟性相要具备这样子的功能，这样就是你一听到他所讲的这个你这个特色或是特征之后，你就可以去代表这一个名相。所以他这边并不是讲说一个正德的关系，而就是说你能够理解，透由这个解释之后，你可以理解说它是什么东西，这样并不是说要透由正德的关系。所以就像你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讲说事物，就是事物跟无常里面，就是事物它虽然具备无常的特性，就是刹那在转变，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说事物它是无常的一个性相。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你性相呢，它就是你要透由听到这个东西，透由它之后，你就可以理解到名相是什么的，才能够安利有它的性相。只具备说它的特征这一点还是不行的，就是它具备它的一些特性，但是你还没有办法安利到说它就是它所谓的性相。那当然这边也具备说刚刚两个，就是说它也具备同意的八门周遍，然后还有说所证的难易，这样就是我们讲说，就是你性相一定要比名相还要更容易证得嘛，你一定是先证得性相才会证得名相的。但是光符合这一点还是没有办法成立说他们两个就是性相名相的关系，还一定要具备就是说，光你听到这个词或者说这个字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说它所表示的是这个东西，那才可以说它是它的性相。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对就是名相跟性相呢有一个基础了解之后呢，然后之后会越学习越深入，然后等到大家都慢慢了解之后呢，然后再问大家一些问题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就可以提到说呢，可分为根本色与支分色两类。那堪为根本的颜色呢，及根本色的性相，可分为青、黄、白、红四种。那堪为支分的颜色呢，及支分色的性相。所以这边呢就提到说，就是颜色呢，在我们知道说有颜色之后呢，那就提到说颜色呢可以分为根本还有支分。根本色的根本呢，它这边主要是提到说阴的部分，就是说根本色这四个颜色呢，它是产生支分色的因的缘故，所以称之为根本。就是你根本色它是最主要的四种颜色，那支分色呢，就是这四种颜色彼此去掺杂之后呢，产生其他的颜色，所以掺杂之后产生的颜色呢，称之为支分。那因为其他的这些支分色呢，是因为这四个颜色是它们的因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根本色。那这是第一个解释根本色的根本的意思。那第二个根本色的根本呢，它主要指的就是说，因为都是由大种所生，那大种所生的话呢，那根本色呢，它所代表的颜色呢，就是四个大种的颜色，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呢解释说根本色的地方。那所以讲到说堪为根本的颜色及根本色的性相，那堪为支分色的颜色呢，只为支分色的性相。那刚刚就已经解释过关于名相跟性相的部分，所以这部分应该就比较好了解。那根本色就是所谓的名相，那堪为根本的颜色呢，就是根本色的性相。那支分色呢，就是名相，那堪为支分的颜色呢，就是支分色的性相。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知分色呢，它又可以分为明暗云烟影尘雾日8种。那这边的日呢，我们之前学那个佛法与科学总集，它是讲说光啊，但是其实对藏文来说没有差，因为藏文它是直接翻日光这样，所以你这边翻日也可以，翻光也可以。那就是说呢，它又分为8种颜色。那接下来这8种颜色呢，就提到说，在彼等各自性相中，就在彼等各自的性相当中呢，必须有堪为某某的颜色。那这边就讲说，你在讲说明的颜色呢，那就是说堪为明的颜色，就是堪为明，就是明的颜色的性相。然后堪为暗的颜色呢，就是暗这个暗的颜色的性相，就是以此类推，就是你自己去加说堪为某某的颜色，然后就会自然就变成说它的一个性相。然后接下来就讲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由根本色中2、3混合之后所形成的皆是知分色，就是根本色里面你无论说两种颜色去混合，或者说3种颜色呢，说4种颜色混合之后所产生的这些颜色呢，都是知分色。通常呢，在三大师学习辩论的时候呢，就是老师呢，他最主要呢，就是他给你各种的理路，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如果这样回答的话呢，他就辩论，就是说你这样回答的话呢，有这样的理路过失，这样回答的话呢，有这样的理路过失，但是他并不会特别跟你讲答案是什么，就是你学到这些理路之后呢，那就去辩论场跟同学辩论，然后看同学他会怎么回答，就是大家彼此在就是问难当中，就是彼此问问题当中呢，然后去学习这样，所以老师他并不会给你一个特别的答案这样。那为什么说老师他并不会把答案告诉弟子呢？就是说最主要原因说，如果说他很容易就把答案跟你讲的话，那你去辩论场其实就没什么好辩的啦，因为反正大家都知道答案的啦。那除了刚刚讲的是一个原因之外呢，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三大士老师他不讲解这个答案的原因呢，就是说为了帮助大家思考，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呢去献起更多的理路这样。比如说刚刚只是一个问题，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呢没有答案的缘故呢，那比如说我们先说他们班上有60-70个人，那60-70个人在辩论的时候，因为这个答案它本身没有固定，这个题目它本身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所以可能说透过彼此在问难的过程，你又产生新的疑问，然后疑问呢就越来越多，所以大家的理路呢就会越来越，头脑就会动得越来越快，理路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个呢，一方面也是说训练大家理路这样。所以就是透由辩论呢，最主要就是透由辩论呢，能够开启我们的正理之门。这样就是透由辩论，它是一个手段，一个方式，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能够让我们打开正理的这一扇门。所以当老师把答案呢跟你讲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把这个正理的门给关起来了。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自己的上司，他本身是具足一切偏执这样，所以他不回答呢是有他的一些密意在里面。但是呢，我并不是这个样子，我并不是像说大家所想的，就是好像我说我都知道。但是虽然说我自己本身并不这样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呢，我的老师呢，他是具备一切偏执呢，他是所有一切都了知的。